今天是2005年11月27号，藏文课是第62次。咱们先复习上节课的，复习一遍啊，155页。提菜呢，葱巴鸭家暂时，家错修的，人保切人都松。提菜月经鸭暂时，改变重度红呢，第个节没说。从把提诺尔布人保切，上东查尼修热瓦样去的，第两度，团中赛给切，气几张买白，上东查送酒捏板给我。帕尔波尼查我赢的，给玩狗那样，同在几怎么样，托把人民给我写卖。打托马呢，他买帕尔多。托比娘妈咱给绝白三枚，打他打힘라，托尔咱都见的，穷马堂铺木了，扎咱都三索。改变没吧？既可给 Kim 呢？没怎么样，米鱼当。父母 Kim 给囊呢？金巴清别给，却把咱给。过去呢？给查巴迪，可面 keep 特赢了，写帕马拉没说，拉尔星提登度，穷吧那嘎塞瓦西拉，累咱们穷。哈南给没多给钱儿，羽毛努咱都破破，冷包钱那人，爱糖包儿蓝地呢做完了，新地可灭绿菜。唐娘把咱都通我事，东边皮瓦提，可主把切白菜，错话真咱们用玩多，可了一个炸糖捏牙索。云丹我擦监军，萝卜鞋，别别讲提南堂，人保切堂他色不说，他也本脏，翻过来，价格给予呢。本这大皮马拉米扎拉索呗，开把芒包坚长，南卡东巴拉，
涅瓦汤杜巴拉索贝，却去南巴那错丹。到这儿了哈，下边咱们接着来啊。现在是数量助词，最后一种是数量助词叫，这个应该读4声叫，用在带中介词的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后边，表示与动作有关的一切人或事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叫是一切的意思。这个它用在那个带中介词，就是带那个句尾句中词的那个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后边，表示的是跟这个动作有关的。如果是人，就是所有的人；如果是事物，就是所有的事物，就这么意思，就是一切所有的意思。咱们来看例子啊。坡章东汤胆嘎地，坡章东汤胆嘎地，坡章是宫殿，东汤胆嘎是这个宫殿的名字。这个具体的看这个词儿呢，很难说了。东是空或者是谦，汤是就是咱们喝的汤，或者是广场平原广场，一个大块空地。胆是具有，这个嘎是白色的，所以这个就是看一下这个词的意思。实际上你很难来翻这个，也许它这个很难来猜测它这个真实的这个含义啊。这个如果碰到藏地的人呐，你一问，人家就可以很简单的给你说明白，这个那是很准确的。这个猜是不行。这个在这个它下边译的呢，就是直接译的音，咱们以后也要注意啊。这个你看它译的这个音就不好，东堂邓家，这个就是译音呐，一定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译音，不能用那些让人以为是有意思的字来这个译。那样的话，你看东堂，人们还有可能就猜测是不是这个西藏东边的唐朝啊什么。你不能这样来译，要用的那个字啊，让人一看就是知道，这个没有意思，就是译音，这样才。这个宫殿的什么东西呢？看后边啊，嘎唐丹倔，嘎唐丹倔给肉，嘎是话的敬语，和丹倔是论。这个嘎话的敬语在佛教里头呢，最高的最主要的那就是佛说的话，那就成了经，所以这嘎就代表经。丹倔，这个丹呢是表示出来，显现出来，说出来。这个倔呢是修改，倔是修改。这两个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修改改造，就是说有经，然后这个是论。这个论的意思呢，咱们这样来这个记忆啊，就是说这个丹倔为什么是论呢？首先这个倔呢动词是修改，就是说佛说的经呢很不好懂，你呢给他改一个说法，就是说意思还是佛的意思，但是呢你给他说的符合当地当时人的思维习惯、语言习惯，让人们更好理解，给他改一下，改的这个让人们好理解，就是形式上改，内容上不改。这个单是把它显现出来，更明显的说出来，所以呢就是说把佛的话呢给它在形式上表达方法上给它改一改，换一个表达方法，把佛的原意呢给它更好的显现出来，它就叫论。这样咱们讲的目的就是
你既记这个单词呢，又这个来理解它这个单词意思呢，你就比较好记这个单词。嘎唐单卷就是经和论。gyur 最基本的意思是变化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翻译。变化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变化什么呢？变化它的形式，语言形式，原来是梵文，现在译成这个藏文，变换它的语言形式，这就是什么呢？翻译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翻译。ro 就是句中词，这就是一句话，就是翻译出来的经和论，就是这样。动词是翻译，前边是宾语，翻译出来的经和论。东唐邓家公里头的翻译出来的经和论，下边看啊。就给嘎恰，就我们说了，这个前边说了，说用在这个动词带句中词的动词后边，它就表示这个跟这个动作有关的一切人或者是事。现在这是翻译的经论，就是不是人是事，就是一切，就是说在这个宫里头所有的翻译出来的经论，就是这个就是所有一切的意思，一切翻译出来的经论的嘎恰是什么呢？是目录。也就是说这本书呢，就是所有在这个宫里头译出来的一切经和论的目录。目录这个词儿呢，咱们也就是分析一下，有利于记忆。嘎是这个白色，就跟那个东汤胆嘎的那嘎是一样，是白色。白色呢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白色，一个是善良。白色呀代表纯洁、善良、美好，就是有这个意思。嘎恰呢，我看字典上主要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藏医，它这个在量人们身体上的一些穴位部位的时候啊，它用的一个尺度是什么呢？4指，就是用这个手啊，不算大拇指，这4个指并起来，这个宽度4指宽就叫恰。恰就是个长度单位，就是4指宽，这就是一个这个宽度单位。这个他俩合起来说白色的或者说好的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标准，就是4指宽就是一个标准，就是说这个目录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怎么说呢？就是一个测量标准啊。这本书里头都有什么呀？主要就是有这些东西。反正就是咱们为了记单词嘛，就是把这个也说一下，然后你就用这个意思呢，就反正跟这个目录联系起来就行了，自己愿意怎么联想怎么联想啊。好，咱们整个意思咱们再来捋一遍啊。说这个坡章这个宫殿的翻译出来的经和论，所有一切翻译出来的经论的目录，就这样的一本书。你看他下边打着书名号，这是一本书。好，咱们来读一下啊。坡章东汤胆嘎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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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汤丹倔给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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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给嘎恰，就给嘎恰，就给嘎恰。就给嘎恰。好，这一句啊，再来一句。阔越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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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阔窝是男性的自称我，加上仨是做主语，你停顿一下，强调一下。我呢，扛大了 give 苏翁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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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扛是基本含义是什么？它然后呢，它也就是任何所有的意思。是在这儿呢，就是任何所有一切，就代表一个代词，
一个虚的代词，所有一切。什么所有一切呢？要看它后边的内容。扛大了，达了是达是我，拉是向着我 ，give 是救护，救护就救护车的那个救护，保护。咱们接着往后来啊 ，give 属 on 所 ，on 是来，向说话的人的方向来，往自己方向来。on 前边苏是一个拉丁，就是向着什么来？向着什么来呢？向着救护来，也就是说目的。来的目的是为了求保护、求救护，为了寻求保护。来的目的是寻求保护来了。往哪儿来呢？达了，向着我来，向着我来，到我这儿来寻求救护、寻求保护的。这个 gipsu on 所呀 ，gipsu on 这个词组啊，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来寻求保护，就是皈依的意思，就是咱们说三皈依、五戒呀，皈依，皈依就是去寻求保护、寻求救护。我们在生死海里头这个苦海无边，我们呢到皈依佛，到佛那儿呢寻求保护、寻求救护，希望佛把我们从生死海里头救到这个涅槃彼岸，所以是来寻求救护的。这就是皈依。这个具体这句话里头是皈依谁呢？是皈依我，皈依这个说话的人。来我这儿寻求救护的，也就是说来皈依我的人。on 所，这就是来皈依我的所有的人。你看啊，来扛是一个代词，说所有的什么样的？所有的来到我这里寻求救护的，来皈依我的人，他一定是人了。所有来这个皈依我的人，然后后边呢，接着啊，救了七日，这个救是一切，它放在动词跟这个句中词后边呢，就代表这个动词所指的一切。这个动词指的什么呢？是来我这儿皈依的人，所以这就是指来我这儿皈依的所有的人。这个，然后后边跟一个拉就是对于来我这儿皈依的所有的人啊，对我这儿皈依的所有的人。后边啊，七日米当瓦日谈戒呗。七日米当瓦日谈戒呗。七日米当瓦日谈戒呗。这个从拉前边是对这个所有来皈依我的人，对他们怎么着呢？七日的意思是这个往回。咱们说过七日是晚一点儿，在外边往回，还有往回的意思，这是往回的意思。米当瓦，这个当是派遣打发，往外打发出去。不打发出去，什么意思呢？不打发回去。七日不打发回去，就是说，我对于所有来皈依我的人呐，我不把他们打发回去，就是不是不管他们，我不把他们打发回去，就是意思我都接受啊，就是不驳回。七日是往回，米当瓦是不使他回去，不让他回去。然后后边这个瓦日是拉丁了，后边跟了一个谈戒。谈戒是什么呢？谈是誓词、誓言、允诺、承诺，你就记个誓言就行。戒是这个具有，就是这个带有，它跟这个谈这个连起来之后呢，它就有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动词的意思，就是它同时它也是一个动词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承诺、创立。你比如说前边是誓言，就是承诺誓言，也就是发誓。
创立誓言，我造这么一个誓，发这么一个誓，就是发誓的发，所以他俩合起来啊，坦戒就是发誓。这个后边加八加了一个撒，就成了是这个由于这个原因，由于我呢发过誓，这个戒是个过去式，由于我发过誓，发过什么誓呢？往前边拉敦前边发的誓，发过什么誓往前找，从拉敦前边发过什么誓呢？就是7日米东瓦，不让他们回去，不让谁回去呢？拉前边对谁不让他们回去呢？对所有来找我皈依的人，我都不让他们回去。这就是一个意思完了。由于我发过这个誓，后边呢有这么一个结果，敌养米锦诺，敌养米锦诺，这个也不给，这个也不给，这看不出什么来。他这个后边句子或前边句子能表现出来，说这个也不能看那个下边翻译，不能给你吃，就是说这个具体就咱们不知道什么东西了。就是说由于我发过誓，所有皈依我的人我都不会把他们打发回去，所以呢这个也不能给你。具体的这个情节忘了啊，咱们就来读一遍啊。扩越你扛大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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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不苏翁所叫了，给不苏翁所叫了，给不苏翁所叫了。给不苏翁所叫了。7日米当瓦日谈戒备7日米当瓦日谈戒备，7日米当瓦日谈戒备，7日米当瓦日谈戒备。敌养米锦诺，敌养米锦诺，敌养米锦诺。敌养米锦诺。好，下边咱们看一个比拟助词。比拟就是比如拟就是像，比方，也就是像什么东西的那个意思。比拟助词有什么呢？有形，就是像什么一样，大日的不都是像什么一样的意思。用在名词和名词性词组后边，构成状语、定语或补语表比拟。用在名词后边呢比较好理解，就是像什么东西。咱们来看这个具体的例子啊。第一种说比拟助词形或者形度，大日用在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后构成状语。状语呢是来形容这个动词的，你就别管它构成什么语，反正是后边带形呢，前边是名词，这就是像什么一样。也许是这个在句子里头究竟是定语、补语、状语呢？你到时候这个就是可以看出它这个位置来。现在是说状语的，咱们看啊，说戳啦产毛形度，戳啦产毛形度，戳啦产毛形度，戳啦产毛形度。戳八是朋友，在这儿呢就省略了那个八，就是戳就代表戳八就是朋友，啦就是对于朋友，对朋友后边是什么呢？产毛，产毛是女仆，产就是仆人奴隶，像原来那个黑人那种奴隶，咱们上古社会的时候那种奴隶，抓了对方的俘虏就做奴隶，跟这个做主人的那个人是不平等的。产猫女性，这就是女仆。后边是形度，形度就是像什么一样，像它前边那个一样，像女仆一样。对待朋友，对待自己的朋友，要像什么一样呢？要像女仆一样，就像你是朋友的女仆一样，要这个恭敬，要忠心。下边啊，渠巴日绝，渠巴日绝啊，他这个应该不送气啊。渠巴是什么呢？是恭敬谦虚。下边他译的是恭敬，恭敬也有对对方恭敬，也就是自己谦虚一回事儿。
恭敬谦虚。觉是做的敬语，做什么的敬语。这句话呢是一句这个就是劝人的话，或者是说这个一个或者是叫俗话吧，这一类的。这个俗话这一类的呢，它这个就是对这个对方啊，就是说起来就是比较高看对方，您呐，要怎么样怎么着，所以呢，这用一个敬语觉，就是您要这样做，您要怎么做呢？往前倒，做什么呢？做恭敬，您要做恭敬，对谁做恭敬呢？对朋友做恭敬，是这个怎么着恭敬呢？要像女仆那样恭敬，就是这是状语，表示这个形容这个就是动词恭敬，怎么恭敬啊？像女仆那样恭敬，用一个形容这个表示他的那个方式怎么恭敬，这个关系都很清楚，语法也好理解，就是行度看像什么呢？像他前头的那个东西。后边一句，玛哇那么拉，玛哇那么拉普辛。玛哇那么拉普辛，玛是上下的下，高低的低，这是这个实际意思。就是玛，咱们说过牙是向上开口的，玛是向上边平向下开口，就是往下的，所以玛呢一边是比较低，它就是下边的比较低的，然后这抽象意思呢，就是这个人呐，很平庸，很普通，一般人，就是不是这个高人，不是大人，是普通老百姓，所以它实际含义就是低，下。这个抽象含义呢，指人呢，就是指一般人、普通人，你就记个普通人，一般人，一般人是玛哇。这个 nam 是复数，就是普通的人们，对于普通的人们啊，这儿呢不是对于普通人了，这是对下人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很多社会里头啊都是分阶级的啊，有主人有奴仆，这个下呢就是指的主人对奴仆了，对下人。普辛像儿子一样，对下人像儿子一样，这很难做到的啊。下边强半觉，强半觉，强巴是词氏的名字，它的这个词义是什么呢？就是慈悲的，慈爱的，慈祥的，心眼好的，对人好的，反正就是关心人的，对人亲切的，是这个慈祥的，无微不至关怀的，反正就是这一类的。觉还是您要做，您要怎么做呢？要慈悲，要慈祥，要慈心。对谁慈心呢？对下人们要慈心。怎么样慈心呢？有一个状语，普辛，像儿子一样，像儿子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下人，这是境界要求是很高的啊。意思都清楚了，咱们来读一下啊。戳拉产猫行度，戳拉产猫行度，曲本觉，曲本觉，玛哇那么拉普辛，玛哇那么拉普辛，强本觉，强本觉。好，这就是这个行像什么，这个比较好理解。下边这是萨迦格言的一首诗啊，说给我坦巴人亲行，给我坦巴人亲行，给是生，给我是
人丈夫，就是凡夫，是这个主要一般它基本意思是指男人，就是人就是人。坦巴是那个叫真正的、正确的、真实的，这个就是神圣的、神妙的，反正就是比较好的那个真正的人。他这儿译的是高尚的人，真正的人就有这个，就是说那个人中这个真正的人嘛，就是大写的人，就高尚的人。这是前边是人，后边是形容词跟着他说真正的人啊，就是高尚的人。忍亲是大宝，人是这个价值了，亲是大，大价值就是大宝珍宝。行像宝贝，说高尚的人像珍宝一样，就是很少见了。下边啊，南巴君都九多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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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巴是样子、形式，姿态，主要意思就是样子。南巴这个君都，君是一切所有的样子，所有的形式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这儿说这指什么样子呢？如果南巴君都啊，它指一切样子，就是随时随地，你记这么一个词儿，就是所有的时间，所有的地点，也就是所有的时空，随时随地。南巴君就是所有的形式，再一个那个一切智啊，这个也一切形象，韩老一切形象，前边南巴一形象，一切样子，一切形象智也是用这个词儿，就是所有的形式都包含了，你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智慧，我都包括进来了，一切智。南巴君都就是随时随地，这个就是所有的时间，所有的地点啊，在这个所有时间、所有地点中，怎么样呢？比如是变化。夺是什么呢？夺是返回，它有返回就有退化、离去，就是有这方面的意思。这是一个返回的意思。另外还一个意思是破除、抵制，就是对对方进行反驳，破对方、抵制对方，就是把它打回去，一个是返回，一个是打回去，这么两个意思。这个变化跟返回合在一起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反悔的意思，往回变化。就是后悔了，反悔，有多变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人反反复复来回多变，有这个意思。没就是没有，就是说高尚的人呢，就像珍宝一样，在这个时候不是随时随地了，就是说所有的时间、所有的地点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呢，它都没有那个反反复复的变化，就是都没有变化，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标准，他有自己的做人的这个原则了，什么时候都不变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再看下边，给我眼巴桑大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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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眼巴坏的人，这个坏的人呢，他这个这儿译的是卑劣的人，这就是那个心坏，就是这个质量比较差了，根性比较差了，这个卑贱的。坏人心像什么呢？像桑大。桑大是什么呢？是秤杆儿。桑咱们学过是斤两的两，另外一个意思它就是秤，它既是斤两的两，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秤。
就是盛东西的那个秤。哎，这个达是什么呢？达一个是箭，射箭的箭，一个是代表就跟箭一样的东西，一个杆儿，一个棍儿，一个长圆形的东西。桑大就是秤杆儿，也就是咱们那个称东西的秤。说坏人呢，就像秤杆儿一样。说他取他这个秤杆，取他哪一点呢？他的比喻都是取他的一个特点。看后边啊，他后边把这个说为什么说坏人像秤杆一样，取他什么呢？说军赛咱们给托马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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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赛是一点点儿，咱们给一点点儿，这一点点儿什么呢？这就是一点点小事儿。就是有一点点事儿，一点点小事儿，咱们就是仅一点点小事儿，就是只是一点小事儿，只要有一点小事儿，只要有一点小事儿，由于这一点小事儿呢，就可以怎么样呢？托是高，妈是低，这个托妈就是高低，节是区分。就是分别，就是把这个东西区分开，分类，分组。说坏人就像那个秤杆一样，在一点点的小事，仅仅有那么一点小事上啊，就可以见高低，就可以分高低，就可以看出高低来。你比如说很小的一点钱，计较来计较去。就表现出这个人的高低来了，这就是这个说坏人呢，有一点小事就可以分出高低来，就这个意思。像这个高尚的人呢，那就是做人标准，因为他找到真理了嘛，所以他做人标准不变，所以他的态度呢也不变，何时何地我都是这样做人，这是高尚的人。语法现象很简单了，咱们就读一读啊。给我坦巴人亲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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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巴军都给我多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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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俺巴桑大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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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赛咱们给托马节，军赛咱们给托马节，军赛咱们给托马节。军赛咱们给托马节。好，咱们看下边一个好像是在这个拼音教材上见过啊，还是忘了。有这个印象没有？3次均平复都这个恢复如前。咱们再来一遍啊。多丘人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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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是恶，在这就代表穷，丘是富，穷富，人是次数回数，苏3次3回，下边是动词。牛北，牛北，牛北是使平均，就是把对象弄得让他一边高一边齐，使平均，使平等。说3次使这个穷富啊平等，那就是把富人的东西收回来分给穷人，让大家都一样，穷富都一样。3次使平等，这大概是一个国王做的事儿啊，就是3次叫平均贫富。下边啊，看结果怎么样？这个3次平均贫富，这作为一个原因句，或者是原因句，或者有时候啊，它就是一个这个掰啊，就是个连词，就是说后边还有事情，你
不是那么特别强调原因。你可以说它是原因，由于3次均贫富产生后边的结果，也可以说呢不是特别强调这个原因的意义，就是后边还有事儿，就是一个就跟糖似的，后边有话没说完，就表示一个起个连词作用。下边看3次均贫富出现什么情况啊？说罗热赞马多，罗热赞马多，罗是年，热一年，那个热不是有一的吗？一年，罗热就是一年，赞仅仅一年，只是一年。马多，多是什么呢？多是包括，相属，属于的属，相属，进入牵涉，主要意思就是那包括，因为它包括进入牵涉的道，什么都是包括的意思，主要意思是包括。马多就是不包括，不包括什么呢？不包括前边这一年，也就叫除了，咱们有一个词儿叫除了，除此之外，除了谁谁谁。马多就是不包括谁，不包括谁就是把谁排除在外，除了前面说的这一年，剩下的都包括。马多，你要是光多就包括，马多就是不包括，也就是除此之外，叫除了。除了谁呢？除了前边仅仅那一年，除了这一年是怎么着呢？除了这一年之外，就是一年呢是不包括这一年情况的，除了这一年，剩下都是这种情况。什么情况呢？看下边啊。축보 남니， 秋是富，秋包就是富人，nam们，富人们呢，就是平均贫富之前的富人们呢，你给平均了，他也跟大家一样了。平均完了之后呢，除了一年之外，剩下是什么情况呢？就是说，可能你均了贫富之后一年呢，还大概大家差不多，然后除了这一年呢，就变成什么了呢？富人们呢，下边啊，阿尔达尔丘，阿尔是早先，阿尔是原来也早先，就是早些时候，达尔是像，就是富，像原先一样富，就是说你均一次贫富啊，除了刚均完了一年之外，不算那一年，剩下的那情况是什么呢？富人们呢，还是像以前那样富。不是除了那一年，是不到一年。这个马到跟前面是连成一个意思。对，跟前面连成一个意思，就是除了这一年，就是不包括这一年。除了一年就是不到一年的意思。不，这是他翻译的那个，就是为了强调那个强调他翻译成这个样子。这个原意就是除了，你看他这个为什么说不到呢？罗热咱们可以译成仅仅一年，还可以译成什么呀？叫模糊化，叫差不多一年，或者说勉强一年，也就是有不到一年的意思。这个不到一年是从这个咱们这儿弄出来的，就是咱们不是前头说咱们就刚刚差不多勉强也就是不到，经常译成不到，不到一年。这个马多的意思就是除了前边这个，除了那个罗热咱，除了那一年。罗热咱们之后啊。罗热咱们之后，就是除了这一年，就是说这一年呢不是这种情况，除了这一年，剩下都是什么呢？富人还是那么富，这一年里头呢，富人不是那么富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年因为国王平均穷富了，给大家收东西都收起来，平均分配，大家都一样贫富，但是这个情况呢，只能延续一年。
他因为加了个咱们呢，那就是说，哎呀，也就仅仅1年，也就勉强1年，也就不到1年，哎，就有那个意思。你译的时候呢，为了强调这个，就可以译出来，就是说，哎，那还不到1年，就又回去了又，哎，所以这个马舵就是不包括，记住，就是除了前边的，除了这1年，剩下呀，富人还是那么富。后边啊，余包那么你，余包那么你，余包是穷人。穷人们呢，俺心多，像以前一样多。这个基本含义是饿，然后它抽象含义就是穷。穷人呢，还像以前那样穷，为什么呢？这很简单，这是他的福报，他前生没造那个福报，他当然他就富不了；他前生造了福报，他当然就穷不了。这就说明这个业力不可抗拒，所以这个在人间呐，说打抱不平，这个均贫富什么这些东西啊，说来对于人来说好像是一种好事儿，实际上白做工，白费力。哎，你那个历史上一朝一代都是这样，穷人造反，把富人推翻，自己做了富人，那不是一样吗？你做了皇上，你成统治阶级，你成富人了，还是贫富不均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所以这个，然后别人再来把你打倒，所以这个贫富不均呐，它是必然现象。哎，人们福报不同，必然是这样的。所以在世间做这些事儿啊，是这劳而无功，哎，白费劲儿。你看这一个国王在位，均了3次，哎，每次的情况延续，那就是说，仅仅还不到1年。立刻富的还富，穷的还穷，这是业报问题，没办法。你像有的说，那人不一样了，你原来的穷人现在变这个，你比如说这个农民起义，说原来的穷人变成皇帝了，成了富的了，原来的富人那个变穷了，那也是业报，哎，那也是业报。就是说这个原来的这个穷人呢，他就有这样的业报，哎，他可以报复一下。原来的那个富人呢，他就有这样的恶报。就是要被杀，被这个或者变成穷人，变成奴隶，哎，这都是业报决定。好，咱们这个来读一下，这回呢就是2个，不但有一个辛，还有一个大日，记住这个像什么呢？有辛有大日，哎，这2个都是像什么一样，它都用了。咱们来读一下啊。多秋人松鸟白。多秋人松鸟白，罗热赞马多，秋波南尼尔达尔秋，秋波南尼尔达尔秋，雨波南尼尔辛多。余包南尼尔辛多。好，再看一句，这个语法现象很简单，都是像什么一样啊，就好办啊。下边是捏sem切尾，捏是近，远近的近。这个抽象意义上就有亲近、亲密，就有这个意思，哎，亲切，心，亲近心，切尾，大，亲近心，大亲近心，由于大亲近心。下边啊，注意这个呀，这个跟那个布施的那个锦呐非常相像，但是不是这个。布施的那个锦呐，是这个鸡字是爬，这个呀是八，所以这个读高平调，金，哎，它的意思是胶水的胶，一个月一个交通的交，胶水的胶，就是胶水啊，不是胶水啊，就是胶，因为那个胶有固体的胶，有那个液体的，它就是胶，不是这个指固体液体，就是胶。金达尔紧巴尔绝，
金大日金巴日绝，金大日就是像胶一样啊，咱们讲如胶似漆啊，黏糊，像胶一样。紧这个亲近心，亲切的心，要像胶一样。下边意的是要亲情深厚如胶一般，哎，就是后边这个啊，像胶一样，后边是紧吧，紧是取拿着，哎，要亲情深厚如胶一般，这是拿着什么呢？拿着这种态度。这个紧经常叫直取什么剑，什么边剑啊、正剑呐，哎，拿着正剑，这就是拿着这种态度，只持这种态度，持这种剑，哎。绝还是那个跟上边那个一样，就是说你要这样做，你要持这样的态度，哎，紧就是拿着就是持嘛，你要持这样的态度，什么样的态度呢？就是亲情深厚如胶那样，如胶一般，要持这样的态度。下边还有一句说胸阳甲缺，胸阳甲缺，胸是什么呢？是容量，容积容量，就是一个盆儿一个瓶子能装多大容量。胸容量也要怎么样呢？后边甲错是大海，大海的什么呢？大海的后边啊，丁大日色巴日绝，丁大日色巴日绝，丁是底儿，说你的胸怀呢啊，那个容量，这就是指这个度量了啊，就说你这个胸怀，你的度量啊，也要大日像什么呢？像大海的底一样，像大海底一样，像大海底像它这个什么一样呢？像大海底一样，色是深，像大海底那么深，哎，色巴绝绝就是你要这样做，你要这个持这种态度，你要呢胸怀呢要像大海底一样深，哎，下边译的呢译成说度量宽宏像大海一样，这就是翻译的用词了。你到时候怎么翻，理解它的原意要准确，就是原意是什么呢？说就是胸怀也要像大海底那样深，哎，也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。这回呢用的都是大日，哎，这就是像什么一样。咱们来读一下啊。捏sem切位，金大日金巴日绝，金大日金巴日绝，胸阳甲缺，丁大日色巴日绝，丁大日色巴日绝，多长时间了？啊，好，休息一会儿。